国发会估计，台湾到2025年就进入到超高龄社会。这个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就统计，有87%的民众烦恼家己食老了后的长照需求。针对住伫机构3个参选人拢发出补贴的政策，赖清德提出一个月上悬补助15000，关务德是讲一个月上济3万，那侯友宜是讲一个月上济2万。不过学者也伫咧问讲，花这补贴钱是要对倒来？台湾2025年就要变做65岁以上人口占20%以上的超高龄社会，长照需求一直增加。但是根据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统计，有87%的民众烦恼家己食老以后的长照需求。面对家己的长照需求，也只有一成外的民众认为家己欠有够钱。看目前的长照政策，家长认为中重度的适龄者资源更加欠缺。住宿型机构是不足的吗？有80%都同意，也有9%认为住宿型机构动辄就要3万5万，目前现行的1个月1万元的补助是不够的。7%的民众认为聘雇外籍看护供家庭只能有30% 补助，而且不能使用照顾服务是非常不合理。针对重度适龄者，家总统计有52%民众认为大宿型机构较适合因。针对大宿型的机构，3个总统参选人都有提出政策。民进党赖清德提出每个月上悬补助1.5万块，民众党郭文德每个月上悬3万块，国民党侯友宜每个月上悬2万块。但是学者指出发给政策的盲点，大家并没有交代到底这个财源从哪里来。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政策规划上面，还需要在后续讨论的事情。无论是德国、韩国、日本，已经开办所谓长照保险的国家，它的绿色的色块是有的，也就是税收的部分，并不是全部都是黄色社会保险的部分。家总统计有8%的民众认为，政府会使比较健保办理长照保险。学者建议，除了现行以税金办理长照2.0补助的方式以外，会使以多元的方式保障未来的长照财源。呼吁总统参选人都要对此提出说明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